大家好啊，歡迎返嚟我嘅廚房，我哋又見面啦。今日我想分享簡單版嘅紅燒牛肉麵，食完之後成個人暖粒粒。具體嘅食材同埋用量可以點開標題下方嘅說明區查看㗎。琴日呢去超市睇到啲牛肉非常之新鮮啊，我睇中呢個牛肋排，肥瘦適中，而且價格呢又唔貴。就諗住呢做紅燒牛肉麵啦。牛肉排呢大骨，就先把啲肉切出嚟，再切成塊狀。咁將肥瘦相間嘅用嚟燉呢係最好嘅，食起身呢酥爛唔會柴。準備一煲凍水，放入牛肉、薑片同埋白酒去腥，小火將啲牛肉嗰啲血腥味煮出嚟。呢個時候呢，喺度煮嘅時候呢，我哋準備啲紅蔥切塊，大蔥呢就切成細段，仲有啲薑片、蒜頭、八角同埋桂皮噶。好快嗰啲血沫呢就會浮起身，你要用個索呢將嗰啲血沫撈走，呢個係腥味嘅來源。撈到啲血沫乾淨之後呢，仲開大火煲佢3分鐘。煲完之後倒出嚟，用清水清洗乾淨，瀝乾備用。咁樣做之後呢，煲好嘅湯呢係清澈嘅。用中小火將不鏽鋼嘅湯鑊燒熱，倒入油。油熱之後呢，放入薑蔥蒜嗰啲。如果你覺得我嘅影片都唔錯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並撳埋個鐘仔啦！你嘅鼓勵同支持係我繼續嘅動力，多謝晒！將佢炒到表面焦黃，炒出嗰啲香味出嚟。呢個時候就可以放埋啲八角同埋桂皮㗎，再倒入啲牛肉翻炒，抹啲黑胡椒粉同埋白糖。你將佢炒勻，就有啲老抽，同埋生抽。翻炒，聞到啲醬香味出嚟啦，我倒入熱水，轉大火將佢煮佢10分鐘，之後呢就冚上個煲蓋，咁我將啲牛肉燉煮到軟爛。1個半鐘之後啦，我哋返嚟睇下，放入啲鹽，睇下啲牛肉得未？筷子呢輕易咁樣插入啲肉裏面，已經軟爛啦。因為係做湯麵啊嘛，啲湯呢可以稍微啲，我再放多咗啲鹽。另外煮一煲水，水滾之後放啲青菜同一啲油，油呢可以使啲青菜更加碧綠。再用灼菜嘅水放個麵落去，煮1分鐘，將啲麵撈散。大約煮3分鐘之後呢，筷子可以輕易咁夾緊條麵條呢，就將佢倒出嚟，用凍水將佢沖凍瀝乾。瀝乾咗之後呢，就放入啲蔥油，將啲麵抖散，咁又叫做增香，又使到啲麵條呢唔會坨住。自己喺屋企做紅燒牛肉麵係咪好簡單呢？麵條勁道順滑，湯色呢紅亮透潤，牛肉燉到軟爛入味，
用筷子一夾就輕輕散開，濃郁嘅醬香混着蔥薑嘅清香，從熱氣中瀰漫。湯頭好重，但又唔油膩喎，稍微帶少少嘅辛辣味，入口嘅瞬間，整個人都被暖意包圍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並撳埋個鐘仔啦！感謝觀看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